那这样是1922民国11年到现在2022民国111年，100年了哦，创校100年了。那这样日治时期创立的，那本来是叫做第二高级中学，给台湾同胞念的。然后台湾光复以后变成一中，台南一中。那以前日本人念的一中变成台南二中，在那个中山公园的北边，要往那个开元寺那边的路桥了，开元路桥的西边呢。